苗栗三义这里的木雕艺术非常的盛行，而现在呢，当地的业者也将这木雕和生态来做结合，重点放在台湾珍贵的鸟禽上。先是设计了以油桐花做装饰的真情书签，最近他们发想出来的是生态象棋。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看看。唐山个台湾模范点钱。生长在苗栗三义，大自然生态从小看到大，脑海中珍贵的鸟类形体全成了王师傅手中的木雕，就要彩绘成型了。要画的时候，你一下子你就要下笔要下得对，下笔下不对的话，你就要整个画掉。几十年的彩绘手艺，面对每一次的任务，下笔还是一样小心翼翼。一共14种的鸟类已经上了色彩。台湾蓝雀、地质全部大集合，组成了客家庄最具代表性的鸟类生态。它们缺一不可，在棋盘上，不同的鸟类被赋予了新的身份，成了全台首创的生态象棋。现在上马了，上马。地质的霸气是将帅的人选，车马炮谁来当？针对习性特质一一物色。发想者阿满姐认为，三义的木雕艺术也可以和客家庄的生态做结合，于是她大胆把创意实践。有些啊吼，诸多吼，山边吼，太的声音的，所以讲啊吼，也着调的啦，也着啊吼，拢应该着啊吼，动接看到的，所以讲。对其啊吼，拢动有感情啦吼。伫讲嘛，个一方面啦吼，爸爸啦，个老哥哥啦，也着，伊也着啊吼，按不同的时间，拢要打棋子啊。所以咱要有安尼的联想啊吼，咱想讲嘛，用雕的吼来做棋子。这并不是阿满姐第一次的突发奇想了。早在几年前，他们的木雕工厂就设计出真情书签，精致的木雕上彩绘了栩栩如生的保育类禽鸟，美丽的身影里有五月雪的点缀。这个客家地区很多这种桐花这种意象，我们也把它好表现出来。所以这边鸟的书签上面都有做一些这种桐花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去结合这样。木雕多了客家味，更有在地特色，而且所有的艺术作品通通都是回收树木再生制造，勤俭质朴的客家本性孕育出自然的生态木雕，每一个作品都独树一格。客庄天空翩然的过客在棋盘上停歇，地质的霸气，蓝雀的智慧在棋手间过招。五月雪画了针锋相对，沉淀了复杂间的感动时刻。